迎大家来到好好运动，又见面了。前面教的动作你有练习冇？有哈，按日练习哦。练习以后呢，人身材就会变到更好啊，有冇？特别做的部位就冇强样啊哈，佢係雕塑人的曲线呢哦哈。今日呢教大家係一隻美臀啊，臀部。有啲人講我做腹嘅師傅啦，就唔會往上提，有冇？今日呢當好啊，我教大家臀部嘅運動哦。嗰時候等下動認真，然後向下做哦哈。準備好嘛？等你夾曬到旁邊啦，哈，夾起胸起來哦，哈，曬咯，哈，然後咁樣腳打開來，記得咁樣啊。抬頭挺胸啊，做唔得安尼彎腰駝背哈，係抬頭挺胸呢，各位肚絲咁樣變有冇？肚絲做唔得要太麻走咯，肚絲收進去哦，各位師傅咁樣夾起起上來，抬頭挺胸，安尼較有自信哦哈，好來數手叉腰哦哈，今天的臀部當簡單哦，咁樣老師到旁邊側面安尼大家張看一度哦哈，來七條咁樣完整的，好師傅咯當簡單咯，然後牙肚絲前面。安尼係咪師傅知道有夾到啊？嗱，不用整啦，個一刀哦，師傅夾得很黑，各位不用鬆，做一刀，師傅夾很黑，就各位肚絲嘛做唔得走出來哦，哈，不用睇，做一刀哦，師傅夾很黑，各位看到哦，七條二板板哦，好，不用整啦，好，我夾夾一些些的有冇？前面數正啦，前面數正啦。有嘛？師傅要夾狠哦，按你家師傅來就會變到動將哦，就唔會下垂哦哈。來加油哦，前面數正啦。嗱 ，Annie 老師看用哈，看 Annie 老師做到極強你看夾狠啦咯，等好哦，老師看用哦，等好係嘛？來夾狠哦，你看老師等好哦，腳足唔得停痛，嗰人背囊有冇？我出咯哈，加油哦，來啦，看用哦，來老師看用。前面數正了，前面數正了，前面數正了，前後4刀之後一刀數正了，停一刀，做2刀之後啊，第3刀，前後1刀啊，加油哦，有冇？按你做一些些的動作，其實呢，你就知道人家臀部有結實有緊實的哈，剛喺前面呢，然後做那個旁邊的啦哈，來7條，慢慢哦。好，來咯，右片手啊，送過去。好，不用轉來，各位呢，左片，不用轉來，多一刀哦，右片轉來，左片，動刀哦，安尼，較大條嗱，有冇？有哪個強有冇？動刀人啊，人做到看電視有冇？都個抽燈的哈，安尼師傅怎樣啊？越來越大啦哈，故說安樣啊，運動啦哈。運動人嘅師傅就會變較結實，就會較細哦哈。我較夾地會做得冇？1、2、3、4，做得冇？然後向下同起來哦，有冇？唔過啊，人再安樣啊，打開來，吐氣啦哈，加油哦！做得冇？做得啦哈，加油哦！我一看到人家有個我唔曉得啦，我去休息咧。有冇？人家還有都從慢的開始，我會慢慢變強，有冇？加油哦！做得冇？前後4刀好冇？4、3，結束咧，做得冇？各位你睇呢，第3個動作呢，同樣係師傅的動作，唔過呢加一些些的數的動作，較好教好冇？來咯，開始了，先臀部的運動哦，好，來開始了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加上數哦，數打開來，不用轉來，打開來，加油哦！按你人數係咪有個變纖細哈？故說呢，做啲臀部的動作，又做啲手部的動作哈，加油哦！做得冇？給師傅啦，較到地位嗱，係嗱，做來哦！較夾地位，1、2、3、4，1、2，有冇？有哪個強有冇？我強強冇，唔愛啦哈，加油哦，等好教哦，日按你做啊，人家師傅就變細了哈，加油哦，給數啊，我全車咯，好，看Annie老師做好冇？好啦哈，Annie老師你看身材很好哦哈，你看數全都按車，各位我師傅擺動動態哦，加油哦，
做得嘛？你看，安尼老师懂厉害哈，做喊做的面带笑容。故说啊，电视机前面的朋友，来，俺看下运动的时间，然后面带笑容哦哈。好，俺开始哦，来准备哦，1、2、3、4，哎，加油啊，加油！输有纯真嘛，有啦哈，加油！前后是到啊，1、2、3、4，啊，吐气。 有冇有知道，俺的运动越来越强了哈，越来越强的时间呢，人家身体啊，给代谢就会越来越强哦哈。俺来就做在燃烧人体内的脂肪，你就会让啊变较粗啦哈。哎，加上呢臀部的运动有做前面、右片、左片，系冇？你还又来转圈圈咯哈，转圈圈就会把人家臀部变到动强哈。来，脚七条，反对呢，数叉腰啊哈。来，刚刚前面有搞过没？前面系冇？ 各位旁边，后背，右片，各位来了，前面，旁边，后背，先做慢的哦。其实咧有那个摇呼啦圈有冇？差唔多啦哈。后背，右片，有等人讲，哎呦，cái呼啦圈按难啊，又唔可以搖，係嘛？繼續唔可以搖呼啦圈，就做按嚟嘅動作，哎，人臀部就會變到動強哦，好，嚟一拳呢，一拳，較大條誒。 嘿呐，我按你动太拳哦，哎，按你家肚式有冇变细？斯文嘛变细诶，有冇？腰诶又变细了哈，动好诶动作哦，有冇？啊吐气哦，你看那时间，该拽啊，打开来吐气哦哈，做得冇？动好哦，太拳对喂，请开始到哦，加油哦，做2刀，请后1刀。 哦，不用放松一下，有冇我开嘛？一丝丝来啦哈。啊，家下人做的是右片，底下一定会做左片，2片做二做某，等下1片2片，它细2片又卡抬哈，要均衡一下哈。来，7条，反对，抬头挺胸哦。好，先做慢的哦，记得咯，按你这样唔会输爽哈。来前面，左片，后背，右片，过来来，前面，左片，后背。 右片，前后移动慢的哦，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你看那咯，按太拳，好，肚式哦，老给夹夹啦，变变啦，系嘛？卡太拳对喂，嗰個7條記得哦，要慢慢哦，哈，做唔得純正咯，純正你就會唔好做哦，哈，按你較好做，加油，有動太拳嘛？有啦哈，按太拳。 哎，老师比赛好嘛？你看，人家老师全部做到按太拳，有看到吗？哎，老师比赛哦，卡太拳的喂，嘿，人家臀部就做得变细啦哈，加油哦！前后4刀好嘛？踢1刀，踢1刀，踢3刀，踢4刀，冇错嘛？冇啦哈，人做一只舒缓的动作好嘛？好，来啊，然后人家脚打开来，好，臀部哦，然后人家4稳。 不用到几片去，哎，然后也本人师傅休息一下下的，然后给来的呢，哎，各位2只脚勾起来，师傅，哎，安尼，来卡到底喂，哎，安尼人家师傅就做在放松一下哟哈，哎，观众记得啦，要弯腰驼背了，观众传正了，抬头挺胸，哎，各位2片的老师朋友哦，面带微笑，哎呐。 安尼做起来心情较心情较快乐哦，哈。好，慢慢放起来，弯片先师傅了，师傅先停头，对，把脚勾起来，对，有冇？来，卡到底喂。好，其实啦，2只动作都在做到人家臀部，嘛做在做到脚哦。我知道，哎，脚用来到很，系冇？安尼都做在让人家脚的哦曲线来重来哦，真的嘛？ 弯片，记得咯。不论你做哪个动作哦，做得一定要做舒缓的动作哦，哈。按人家肌肉当做在放松哦，哈，这样唔会僵硬哦，哈。好，再来分片。記得咯，也師傅卡到底喂，係嗱，擺嗱，純粹啦，係唔好按你，有冇？係，好，慢慢標準啦。好，今日教你呢係臀部嘅動作，有冇？有學到冇？有啦哈，誒，你好，要第一隻動作做到前後一隻動作哦，誒，然後大家複習一下。
安尼呢，大家呢，天光日还冇看到两只节目的时间，就做得自家做好冇？好来，膝盖、膝头板凳呢，前面后背好，来前后前，好，按做旁边好冇？安尼大家看到较清楚好来，老师听用咯，前面后背，加油哦！较脚到位好冇？来咯，前后。虽然较脚到位哦，但是呢，人家七条要做唔得停头哦，哈，加油哦，来，肚子舒起了，记得吐气啦，吐气哦，记得咯，老师听用哦，面带微笑哦，哈，加油，走来哦，有冇？七条啊，板凳哦，加油加油，等好哦，走得嘛？嘿。嘿，唔知道安尼，哎呦，安尼啊，当做到给臀部系冇，妈做在加速哦，吃可能冇，来好冇？加速吃可能哈，来哦，准备哦，先做慢的哦，好，数到前面，不用站了，前面，安尼啊，你又做到数的动作哦，哈，安尼你就唔会吃到无聊诶，有冇？做卡头的动作啊，哈，卡脚的位好冇？吃可能哈，来咯，开始哦，卡脚的位，1、2、3、4。有冇？有吃到鬼杖眼珠有活力耶哈？有冇？加油哦！做唔能慢下来啊，慢下加油哦！加油！你看安尼老师动厉害哦！加油！看安尼老师紧做就冇休息咯，然后加油哦，做唔得休息咯。安尼人家身材这样做在边都动好哦，有冇？前后吸到哦，1、2、3、4，休息一下。不开嘛，一吸吸嘞啦哈，一吸吸嘞，刚开始一定会一吸吸嘞，好，按过呢，越做就会越轻松，越做就会越好啊哈。来，刚下做前面呢，你还做旁边的，好嘛？来旁边的哟，1、2，好，加速哦，慢慢的，嘿，等好哦，慢慢的哦，嘿，较脚的喂，加油哦！有冇？有停上来冇？做唔得休息咯，唔可以做啊，要去坐定嚟哦，哈，咁樣哦，記得要呼吸哦，好嘛？加油哦，加油哦！有啲人我講，哎呦，安尼啊，平常就有運動，安尼嘅動作可能有一些嘅簡單，啱講呢冇關係，你係很做得加速哦，哈。加速呢有動作的變化，唔係做得上面好冇？來，試看呢哦，看慢點位，上面下來，上面下來，卡腳點位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嘛？做得好，該師傅啦，唔可以停下來啦，做得嘛？各位旁邊哦，出隻夾起來好冇？旁邊，等好哦，加油哦！喂。不會喘嘛？唔會啦哈，加油哦！馬上變到上面去了，上面咯，加油！人家臀部會見疼痛啊，做唔得停下來休息咯，加油，加油！做一道好冇？旁邊嗱，1、2、3、4，看安尼老師，嘿，等好你看，安尼老師真厲害有冇？唔得怕過個開始有冇？安尼老師還面帶微笑哈，故事哦。聽安尼老師教下來運動哈，日做，就會像安尼老師體力安好，點啊？哎呦哈，天天做啊哈，來咯，準備好咯，來，加油哦！前後試到咯，哦，休息，好，剛剛前後一隻動作還有轉圈圈的動作，對嗎？好，7條慢點的，好，慢慢的旋轉。你太輕啲喂，4片哦，前面、旁邊、後背、旁邊，全部都列到來哦，太輕啲喂，有冇？當太輕，我知道肚子啊，師傅就有做到哦哈，前後2道就好啊，加油，要流汗嘛，一吸嚟係嘛？好，彎片哦，來，第1道，太輕啲，第2道，第3道，加油啊，第4道，前後4道。1、2、3、4，有冇？可以係冇？好，來，舒緩一下，來一下來，吐氣哦。
哎，等好哦。好，弯片上。来电没哦，师傅都给片去。哦，慢慢的再来，好，哎，有收看那个好好运动的两只节目呢，你一定有发现哦，那通过还没越来越强的咧，係啊，那提高人心肺的功能哦，吼，从慢慢轻慢的简单的动作，渐变难，哈，各位呢越后背越好搞，故说呢。一天日就要看那好好运动了，两只节目哦，冇动大手呢，又动到动作都冇學到啊！哈，今天呢祝教大家多兩片哦，下周再見咯，拜拜。